台南市宜中湿地重划工程总面积8.91公顷，这里面呢，重划完成之后有5公顷多的住宅区，另外有3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那这里面我们会设置2座大型的滞洪池，总共9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可以改善这个地方淹水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公园儿童用地跟绿地哦，可以提供居民休憩散步的一个场所。另外，我们也开辟道路，还有广场跟停车场，可以让来这边散步的民众以及来到果菜市场购物的民众呢，都有一个停车的空间。那透过宜中湿地重划的工程，把公共设施建设到位，把住宅区开发出来，那让安南区呢加速发展，也跟在地的果菜市场可以共荣共发展。果菜场啊，甲黄文市场遐重围了，对咱整个安南区的交通啊建设啊非常的好啊。有重围就是安尼路会感觉较整齐啊。对地方的帮助就足大，很大，嘛感谢咱的政府，咱的政府当来遮甲阮做这规划时啊，阮遮地区会当更较发展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公办的市地重划展现了很高的效率了哈。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重划开始动工到完工，表定720天，不到2年，2年是730天了。但是我们还希望更早，不能超过700天是最好。好，那也希望说我们工程能如期如职的进行，也能够让我们安南地区快速发展哈，可以说现在是全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的安南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的公共建设，以及更这个舒畅的环境哈。了是各家欢迎收看12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虎年一日尾声，为了迎接新的一冬，台南市有6间庇护工厂纷纷推出特色的年节伴手礼，其中有一天嘛特别到场来到宣传，邀请大家拢来买，除了吃美食，可以当做公益。我们市长拿的是今年新开新品开运黑蒜全鸡锅，哇！一盘搁一盘的年菜以及年节伴手礼，这是台南市6间庇护工厂所推出的好礼12道，为年菜到甜点以及过年的红包，隆重拢有。明年呢是兔年，我们就一起推出了5福鸡兔的礼盒。那我们的兔子礼盒，每一只兔子都是手工制作的，然后都是用天然的食材下去做染色。主推就是年节的时候有日晒米香我们的紫苏梅礼盒，主要的产物还有就是我们的无毒蔬菜，综合莴苣，就是我们已经经过熬水洗净。在于年节的时候，打开可以当生菜沙拉以外，也可以做点韩式的吃法。每一间庇护工厂的年节好礼丰富搁多元，市长恩惠体也特别到场，替每一间工厂做宣传，并邀请大家来做公益、吃美食。每到年关，我们都要跟这个社福团体还有一些弱势团体一起来行销我们台南他们社福团体所做出的非常好的年菜。好，那我们其实介绍很多年菜之外，台南过去都是美食之都，现在也是美食之都。可是，我们从吃出美味之外，还要吃出一些人情味。那这些人情味就是来自我们社福团体他们所准备的精美的一些美食。那所以说，我想说，既做公益又吃美食，何乐而不为？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有6家庇护工厂，他们都精心制作的非常好吃的年菜。当然，伫遮讲好食，就希望大家过年爱甲因买，有年菜好食，还有好心，能够分享给我们台南市里面每一个角落的弱势者。伫庇护工厂做工课的员工虽然拢是新创者，也毋过因认真制作的遮的产品，值得互大家支持。欢迎大家伫农历过年进前来做着购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2020年朝台南甲台南设计周伫淡市美术馆联合开幕。今年特别邀请5位原住民族的国宝级工艺大师，甲5位流行设计师做伙合作，设计出52套特色的服装作品，嘛借此打造流行风格。马头穿着具有原住民族的风格，同时各时尚的衫，这是2022朝台南跨界时尚展览。今年特别邀请5位原住民族国宝工艺大师，甲5位时尚设计师来合作。我们那个台湾族的图腾很多，贵族的、王子的，还有一般平民的，还有巫师的袋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啦。那个图腾啊，它给它拼在一起，对。那我们选择大概有几个像竹林，然后还有勇士的图案，还有一些太阳的图案这些，然后花的图案。我们希望把这些图案呢交织在一起。那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模拟当时候原住民这些勇士或生活的样子，所以有很多原本是贝壳扣的地方，我们用比较金属的暗扣，想去模拟或者是塑造一个未来的原民风格。开幕典礼即天，台南市美术馆变做春电台。将设计师所设计的衫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同时也在美术馆当中做展出，让民众有无同款的感受。将他们的编织、将他们的色彩跟这些服装设计师共同来合作，让民众可以感受到说传统跟所谓的时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合，同时也让台南过去的纺织的一个大城重新让大家认识。所以我想这也是。台湾在走向国际上，如何跟当代结合非常好的一种做法。这摆总共设计52套服装，经过设计师的巧思，创造出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作品。展览为今日开始，展出到明年2月5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大小朋友拢真喜意的台湾文学馆文学乐园，对今仔开始透过馆内电装品甲数位科技的结合，佮有新的体感互动游戏，邀请大家随教随耍。这个游戏嘛当守护台湾的文学。为了让台湾文学更大更日常，嘛避免民间文学的自产流失，台湾文学馆透过公开竞选，利用数位科技，佮推出新的体感互动游戏。创作者以馆内电装的李宪忠木雕马祖形象，用下台湾民间文学节作为灵感，研发出高水活泼的互动游戏，有歌谣，有迷彩，有艺曲啊俗语。和亲子伫精彩趣味的民俗气氛当中，春观招笑容。这样的设计蛮有趣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台湾文学跟多媒体结合，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即摆囡仔会当知影伊的父母、伊的祖先所迄阵所佚佗的、所了解的儿童的故事是啥，嘛即摆大人会当搁去回想因迄阵细汉所听过的故事咱的生命总是爱有足趣味的故事生活较会快乐所以这是阮台湾文学馆透过即个数位化游戏卡本来互大家了解台湾文学真趣味的所在。台湾文学馆透过电装品甲数位科技的结合，将四川妖魔鬼怪重新封印的过程，参照李宪忠过去收集维系的台湾民间故事共款，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台文馆地下1楼的文学乐园来亲身体验。展期将到2023年5月。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陶艺除了是一种技术，更是生活的艺术。由新创画会甲金门花仔厂所合作推出的陶艺联展，展出该会真侪位艺术家甲金门花仔厂的艺术作品。展期对今仔开始到12月27，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大安东百货欣赏。全国唯一官窑金门陶瓷厂。伫今年初，甲台南星象画会签约合作，画会艺术家陆续展览金门创作，将艺术创作融入去官窑灰仔顶面，
这个作品伫9月份已经伫咧5园公会堂展出，造成广大回响。这次强强再度合作，将一词一会联展伫台南大湾北展出。陶瓷厂其实在金门成立有一甲子60年的时间了，它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官窑。那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可以让艺术品还有商业结合，变成一种很有意思的生活化。尤其我们台南是个文化古城，其实它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也谢谢延柏新象画会以及台南市政府这边的一个协助，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展出。这场展览除了是美感甲艺术的响应以外，主办单位新象画会更办理义卖活动，关怀弱势团体。一词一会，顾名思义，就是由新象画会的全部所有老师的绘画作品和金门陶瓷厂的陶瓷作品做一个连接。那金门陶瓷厂是全国唯一的官窑，他的作品呢非常的精彩，也成立了60几年。那这次新象会很高兴跟他们变成是一个驻村艺术家的合作，从今年7月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都有艺术家去创作，把我们的绘画的长才跟技术来结合在陶瓷里面。那这次呢又因应大云100周年庆所以呢特别有龙友种苗公司以及野陶工坊跨刀相助，让我们这个艺术品陶瓷杯结合了那个绿手指的多肉植物盆栽，我们做一个爱心的义卖。那也让我们新象画会的艺术家能够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爱心部分能够有所贡献。新象画会创立伫咧1979年，曾经台南画坛已经有40活动，会员积极参与真侪国内外展出，每一位画家拢身具艺术底蕴。参与这次展览会员有吴金元、陈望根、陈玉斌、林俊成、陈耀武、庄雅栋、郭哲全、戴真英、萧旭东、吕秉恒、许翠华、杨永本、李佑倩、周习安、吴可文、杨自强、陈志凯等17位画家。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
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在治疗过程，因为器材关系不得已造成皮肤的损伤，为了减轻偏胃固定相关的损伤，吉比核中心的手术团队今年7月新研发一款装置，透过固定的管路来减轻患者皮肤的伤害。根据吉比医学中心的统计，对去年2021年到今年的6月，大院病人总共有993件压力性的损伤个案，其中医疗器材相关的压力性损伤就有339件，占所有压力性损伤大约34%。因此，吉比医学中心手术团队伫今年7月创新研发医用的引流管固定减压装置，不但提供管路的位置固定，嘛会用减轻病人的压力性损伤，而且贴甲装嘛真方便。病人每天都要更换这个鼻胃管的固定，所以就是你要慢慢把它拔开，然后又不能把它管路移除，然后它的鼻头就容易造成就是医疗器材相关的压力性损伤。对，这是旧式的。那我们新式的呢，其实你只要就是将管路就是卡到这个 C 型固定卡槽，将管路这样卡进去。然后把背胶移除，然后就可以固定在你想固定的位置，譬如说脸颊，或是看是哪里，就固定粘上去就好。这个操作只要9秒就完成了，所以可以减轻护理师就是操作的时间。那病人也会因为这个都有防压的效果，所以病人也不会压力性的损伤。护理师表示，这种4型的固定环不但使用各种的外科管路，而且具有亲肤性、皮肤防压的效能。甲过去传统使用偏胃管，必须要用纸胶带固定伫个片头，不但贴甲装无方便，而且嘛容易伤害皮肤。自今年7月，使用医用的引流管固定减压装置。病人就无搁再产生医疗器材相关压力性的损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疫情以后，国内旅游的需求，高雄特别伫做营甲基地打造2个浪漫的景点，这是参照动画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乐园，另外一个是爱情小伊啊，拢成为亲子也是情人约会真适合的地点。
一来到莲池潭的奇幻乐园，立刻被浪漫童趣的棒棒糖旋转木马给吸引。一旁还有以扑克牌旅程为题所打造的红心皇后和扑克牌卫兵的场景，透过神秘的发光钥匙进入不同风格的扑克牌小屋，感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进入这个奇幻乐园呢，你就会看到有扑克牌的卫兵，还有有趣的跳跳棋，还有浪漫的棒棒糖。旋转木马以及非常奇幻华丽的城堡，那置身其中就好像是来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样子的一个奇幻的一个场景里面。奇幻乐园旁边还有一座今年台湾灯会的作品，一杯超大的珍奶被打翻了，散落一颗一颗超大的珍珠。你可以用蚂蚁的视角来欣赏，用童趣的角度重新诠释台湾的国民饮料。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包括珍珠、包括奶茶都放大了尺度啊，同时加上了灯光跟音乐，民众可以沉浸在里面，用蚂蚁的视角来体会啊珍珠跟奶茶之间互动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沉浸的一个体验。另外，在旗津的贝壳馆中庭也有一处超梦幻的秘境——爱情小伊亚，蓝白的色调显得优雅而梦幻。它模拟了地中海的浪漫氛围，里面我们设计了包括蓝白相间的灯塔跟钟塔。那置身其间，民众看到的好像就是漫步在希腊爱情海畔啊，一边是旗津的蔚蓝海岸，一边呢就是带有浓浓地中海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啊，所以非常适合打卡来留念。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人无法出国旅游，市府观光局打造2处浪漫梦幻的景点，让你一秒置身欧洲和仙境，来一趟奇幻之旅。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疫情期间，为了减少甲别人接触，民间开始伫厝内运动。而随着运动科技的进步，现在有一款家己人工智慧的健康互动软体，透过 App， 让民众伫厝内得当轻松对教练做伙练身体。拿起酒精对着桌面喷啊喷，新冠疫情反反复复，民众不敢大意，口罩、酒精等防护措施一个都不敢少。而在疫情肆虐下，也让远距医疗备受关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这个远距医疗，因为它可以经由比如说这个人脸辨识的系统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不用可以去近距离去接触到病人，那可以减少病人被感染的风险，那也减少医疗人员感染的风险。用手指在荧幕上轻轻一点，接着等待30秒，机器就会自动侦测出民众的各项身体指数，看准远距健康照护商机。有业者推出 AI 健康管理机器人。机器人面对长辈的话，看到长辈的脸，它就可以量出来他的那个血压，他的血压、血氧性量出来，那也可以做后续的健康管理。近年，许多照护机构都面临人力短缺压力，幸好现在能透过科技帮助，替他们减轻负担。长辈到了日照中心的方式，他可以透过电视，举个很简单，电视，然后确定身份完以后，马上量完就可以上传，而且随时都可以量，随时可以上传，那随时可以监控。这方面就不用再人去跟每个长辈这样设备再去量。所以时间方面，至少减少在照护方面的一些量次，就可以省了1半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希望这个方式能够推广到那个尤其是有一些偏向医疗或者是一些长照或者日照的据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个居服员的需求。台湾人口老化促使银发族照护需求提升，有越来越多医疗科技业者投入健康照护产业，也让数位医疗更加茁壮。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12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